来继续来看大问题，再去是到金门的菜市仔扫街拜票，民众热情甲伊做伙翕相，但是民众党籍的金门县长陈福海煞无到场。大问题讲，行政首长都爱保持行政中立。大问题接受到节目的专访，讲伊要甲民众党创甲像耶稣会安尼。有思想、有信仰。佮讲即届若选了无好，嘛无规划要辞掉着党主席。即款的言论是引发着讨论。民众党总统候选人郭明天到金门扫街拜票，虽然有民众要求握手翕相，也毋过民众党籍的金门县长陈福海却是无出面。因为行政首长还是有他的，应该还是要保持一个行政中立的。那主要是我们现在还是空战优先的，所以我们现在一天有时候要上3到4个专访啊。郭明天一向真敢讲，进前了批评讲，民进党变成宗教团体。郭明天伫专访时却是安尼讲。我常说我们要把自己弄得像耶稣会一样，我们是有思想、有信仰，然后这样。耶稣会是全世界第一家跨国公司，你知道？我们要有那种文化。若将民众党比论做耶稣会，引起大家的讨论。当被问到讲，若是选举的结果无理想，白色力量恐惊有消失的危机。依照这个民主国家的惯例，如果选得不好的话，党主席是要下台的。所以你会下台吗？目前是没有这个规划。没有，其实我跟你讲。一个成立4年的党，你希望他多厉害？都尊重柯主席个人的看法，但是我必须要强调，台湾民众党也不会因为一次的选举，就如同非常多外界认为说可能会泡沫化。虽然讲民众党人挺郭文铁，也毋过郭文铁接班的问题，议员需要好好考虑一下，避免伫选后真正变成外界伫讲的一个人的政党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